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纳唐印经院并称为三大藏文印经院。如今，拉萨日喀则印经院已荡然无存，德格印经院成了唯一的藏族文化宝库。院内保存的藏文典籍书版217000块，内容包括各种佛教经典、著作、译作、传记、历史、医学、哲学、历算、词书文法、诗词音韵、音乐、美术、雕刻和工艺技术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班禅副委员长视察该院，观看工人们印刷经书的情况。山西地公马龙波及建立杨道波在业界做本地学生蒙多少我那会跟年比上不说句句是门级的心呀哇他妈继续故宫啊这个人那边的呀他妈继续我就别的那就是你我也他妈你不要把我不当结果那就是你我跟他妈去中也中我一见那么就是你当地就当地当妈讲究不当的就是大概去进也当能见妈。班禅副委员长走访宗教界知名人士，与理塘喇嘛寺寺主、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香根巴登多吉活佛亲切交谈。这个口音发音哦，就那么听一下，